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4篇，耶利米书46章18节到28节，启示录21章第5节到2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与盼望。许多人，许多基督徒似乎都不太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当他们在遇见困境的时候，他们就慌张了。如同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因为上帝的应许久久未发生呢，因此他们就自己作乱，想自己解决。扫罗王也是等不及按照上帝的命令，就自己充当起祭司献祭了。约翰和雅各两位弟兄也等不及，就找到他妈妈去跟耶稣基督要官位。罗德呢，他的太太应该也是不相信使者的预言，舍不得所遗留一切的财物，因而回头。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也向受辱受难的以色列人说应许的盼望。耶利米书46章18节到28节，我是君王，我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我指着自己的永恒的生命发誓，尼布甲尼撒来犯的大军要向高过君临的塔伯山，屹立海上的加密山。埃及人要捆好包袱，准备逃亡。肥梦斯要变成废墟，人烟灭绝的荒地。埃及像一头肥美的母牛，被北方飞来的牛虻攻击。他的佣兵像牛棚里的小肥牛，个个转身逃跑，没有一个挺身作战。他们遭殃的日子来了，他们要受惩罚的时候到了。敌人逼近的时候，埃及逃窜，像蛇发出嘶嘶声。敌军用斧头砍倒了他，像伐木工人砍倒树木，捣毁树林。他们的战士比蝗虫还多，不可胜数。埃及人蒙羞受辱，他们受北方来的人征服。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说，我要惩罚底比斯的神明亚门，也要惩罚埃及以及埃及神明和君王。我要把埃及王和所有投靠他的人都交给想取他们性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军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埃及就像昔日的一样有人居住。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我的子民不用害怕，以色列人不要惊惶。我要从那遥远之地，从你们流亡的国家把你们抢救出来。你们要返回故乡，安居乐业，无所恐惧。我的子民不用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要消灭那一些我放逐你们去的国家。我不消灭你们，我要照你们应得的管教你们，不会灭绝你们。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圣经告诉我们，在人这是不能的，可是在上帝凡事都能。这是马太福音19章26节。人看为困难的事情，只有学习交托给主耶稣基督。启示录21章第5节到27节，约翰也是这样的预言道。这时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说，看我要更新一切。他又说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利法欧米伽，是开始和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人可以领受这些，就是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但是那一些胆怯、背信、腐败、杀人、淫乱、行邪术、
拜偶像和所有说话的人，有火和硫磺燃烧着火在等着他们，那就是第二次的死。那拿着7个碗盛满了末后7个灾难的7个天使当中，有一个过来对我说：你来，我要让你看见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圣灵支配着我，天使把我带到高山的顶峰上去，让我看见由上帝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那城内充满着上帝的荣光，闪耀着像碧玉的宝石，光洁像水晶，有高大的城墙，城墙有12个门，有12个天使把守着，门上写着以色列12支族的名字，每一边各有3个门，东边3个，西边3个，南边3个，北边3个。城墙建立在12块基石上，基石上写着羔羊的12个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那天使拿着一根金的量尺，要量那城和那城的门与墙。城是4方的，长宽相等。天使用尺量的那城共2400公里，长宽高相等。天使按照人的尺寸标准来量城墙，高有60公尺。城墙是用碧玉造的，而城本身是用透明像玻璃的纯金造的。城墙的基石用各种宝石装饰，第1块基石就是碧玉，第2是蓝宝石，第3是玛瑙，第4是翡翠，第5是红纹玛瑙，第6是红玉髓，第7是桂橄榄石，第8是绿宝石，第9是黄玉，第10是绿玉髓，第11是紫玉，第12是紫金。那12个门是12颗珍珠。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殿，因为全能的主上帝和羊羔就是这城的圣殿。这城不需要太阳或月亮的光，因为全能的主上帝和羊羔照耀着，而羔羊是这城的灯。世上各国都要借着这个灯行走，走在君王要他们的荣华带到这城来。城门要整天开着，永不关闭，因为那里没有黑夜，列国都要把尊贵荣耀带到这城。但是那不洁净、行为可憎和撒谎的都不能进去，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够进去。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的相信，稳步的跟随，对现状无惧畏惧，对将来有盼望，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诗篇24篇，大地和其中一切都属于上帝，世界和世上的居民也都属于他。他把大地奠立在海洋上，把地的根基安置在江河上。谁能掌权做上主的山？谁可以进入他的圣殿？就是那守节心清、不拜偶像、不发假誓的人。上主要赐福给这样的人，拯救他的上帝要宣判他为无罪。这样的人来寻找上帝，来到雅各的上帝的面前，他们敞开吧，古老的门开放吧，伟大的君王就要进来了。这伟大的君王是谁呢？他就是坚强有力的上主，他是战无不胜的上主。大门敞开吧，古老的门户开放吧，伟大的君王就要进来了。这伟大的君王是谁呢？上主万军的统帅，就是伟大的上主君王。恳求慈爱的主与我们同在，赐下应许，使我们有盼望，坚定脚步的跟随，不偏离正道，不循自己的骄傲。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